大家好，我係老 Sir。今日我會教3條指數定律例題同埋佢做數口訣嘅。首先，我哋要知道咩係底，咩係子。例如 x 嘅3次方，大隻字 x 喺地下就係底，而細隻字3喺底嘅右上角就係指數啦。第一條題目，我哋發現分子分母都有個同底 m， 所以我哋可以用同底除子減，即係上指數減下指數，然後用原子減公式嘅 m 嘅負3次放翻喺分子位，唔用公式嘅 n 嘅負5次保持原來位置。簡單口訣就係子減分子，子加括子，模式原位。根據考評局要求，每條指數定律都要正指數先得，所以見到負指數就採用負子倒數。負指數嘅話，整項底連同正子，分子去分母，分母去分子，然後唯獨負數消失。例如 m 嘅負3次本身放喺分子位，我哋抄 m 嘅3次反轉放喺分母；又例如 n 嘅負5次本身放喺分母位，我哋抄 n 嘅5次反轉放喺分子。而另一個做法係先用負子倒數，然後再用同底除子減，大指數減細指數放翻喺大指數嗰邊。第二條題目，我哋見到有括號，所以我哋採用括號右上每積子乘，簡單一句亦叫括子子乘，即 a 嘅負3次，括號右上有個指數2，我哋將負3乘2得出 a 嘅負6次，然後將括子爆開結果放原位。不過今次分母 a 係冇次方，但其實佢都係1次方嘅意思，絕對唔係0次方。然後用同底除子減，負6減1得出 a 嘅負7次，再將子減結果放分子，然後用負子倒數，分子變分母，得出 a 7次分之一。請同學謹記唔好以為分子冇嘢就係0，就算分子冇嘢都要俾翻個1佢㗎。第3條題目，我哋用括號右上每積子乘，呢度兩個積 a 嘅3次同 b 嘅負2次，佢哋各自指數乘4，得出 a 嘅12次同 b 嘅負8次，然後將括子結果放原位。之後分子分母嘅同底，用同底除子減，12減負5得出17，負8減6得出負14，結果係 a 嘅17次，b 嘅負14次。用原子減結果全部放翻分子，見到 b 嘅負14次負指數就採用負子倒數，唔用公式嘅 a 17次就保持原來位置，最後繼續咁。第二種做法係先拆括號用括子子乘，再負指數令全世界冇晒負指數，再用同底乘子加放原位。跟住我哋有兩個題外話嘅。第一，括號就好似城牆咁，阻擋入邊同出面嘅聯繫，所以一定要先拆咗括號先可以同外邊嘅底進行合併。第二，佢題目價值3分，每用一次公式就會俾1分。不過你都可以用技巧獨立同底留次方，思考就好似中間呢度咁，一步出答案，直取3分。不過風險係，如果一步出嘅答案錯咗，就直接0分；如果你有步驟，就會有 M 分。跟住我有最後一個無腦式撳機做法，同獨立同底留次方差唔多。集中注意未知數 A， 忽略未知數 B， 當所有未知數 A 為10撳機，再撳 log answer 得出正17，正指數放分子，所以 A 嘅17次放分子。然後集中注意未知數 B， 忽略未知數 A， 當所有未知數 B 為10撳機，再撳 log answer 得出負14，負指數放分母，所以 B 嘅14次放分母。